的而且確咧，越大嘅 size 嘅企業咧，佢越根本可能公司嘅 L&D 天都要佢哋學 AI。不過咧，最尷尬係學員咧，因為就係啱啱提到有好多 security 嘅 concern 咧，好多 compliance data 嘅 concern 咧，反而冇我會。咁啊，其實而家喺 SOC 嘅團隊裏面，因為而家應用咗好多 AI 啦，咁相信咧好多都會有啲內部嘅轉變。咁好似我作為一個企業，咁喺 SOC 層面上，其實人手上面要配合安排有冇啲咩特別嘅轉變咧？有兩個原因嚟啫。第一個降低成本，因為可能慳到人手，慳到即係快啲啦。第二就係個時間要快，因為我哋 SOC 本身可能我哋聽好多嘅 log，其實我哋冇可能用人睇嘅，其實基本上一定要機器睇。即係尤其是 traffic log 我知道，如果我下下都人手去睇嘅話咧，其實咧係非常之難做到。咁基本上其實我哋只可以咁講 ，AI 係 apply 咗喺我哋 SOC operation 某一站嘅 process 裏邊，令到可能加快速度。例如頭先我所講啦，第一樣嘢 log 嘅 study 啦，第二就係除咗喺 log 分析之外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玩 AI 都好啦，好興揾呢啲乜 GPT 嘅。其實我幾年前咧見到咗呢個 Pentest GPT 嚟睇，變相其實佢應該係有個智能性，係可以判斷到究竟嗰個對方點行手，點樣可以部署嘅。佢就好似我哋攻擊緊個網站一樣。我就用呢個 concept 擺翻落去我做 Pentest 度。如果我揾人手去掃個 web 嘅漏洞，再走去整啲 payload 嘅事佢嘅話，其實係可能搞好耐。但係原來我只要我幻想到，我將個 IP 或者可能 IP address 打佢，佢已經幫我好似個 SA 一個人嘅分析師，幫我可以做大所有嘅嘢，可能斷秒計整開起晒漏洞，或者可能攝咗入去已經做好晒。我想問下你呢兩年其實啲客戶嘅要求有啲咩改變咧？嗱咁講啦，客戶要求咧，其實分開幾個層面睇嘅。有啲咧都坦白講，可能佢真係 meet 翻佢公司上面嘅 requirement、compliance 要求，冇乜事就得㗎啦。但係有啲真係要求高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同你傾一傾，究竟其實你最想 protect 啲乜嘢？咁大部分 box 啦都係 protect data 啦，例如可能啲資料冇俾人外泄出去啊，或者落網嗰啲啊咁好啦。我哋俾建議俾佢，可能我哋再加 custom rule 喺上面，去盡量防止更加比較 advanced 攻擊。咁要求呢啲一定比較高啲。咁另外就係話可能。啲 user 方面啦，我哋想 deploy 快啲，咁我哋亦都好彩，我哋同事本身個 quality 都好高，我哋可以好快咁樣。我都坦白講，其實我哋啲同事你講得出嘅 software 全部都有。基本上我哋嘅 technology 我好包括我自己好 keep in pace，甚至乎我係諗埋點樣可以慳啲科緊錢。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嘅 AI 接近就係我盡量將個後備人手盡量減產，同埋盡量用一個英文或者中文嘅溝通方式同我機器溝通之後，佢已經幫我計翻我成句句子嘅權重，知道大概問乜，之後就再將佢變為一個可能一啲 program 嚟嘅，問翻一啲 system， 再俾翻答案，再變翻人嘅話同我講翻。我希望做到咁快效喎。咁變咗呢個就係 Pentest 好，MSSP service 都好。都係用呢啲方式去做，係。